艺人周杰伦的演唱会今仔日到第3天，也原是有不少歌迷伫咧大巨蛋4块位求票，也出现黄牛票的乱象。有人原本摕票顺利入场，但是发现家己的座位号码甲别人是同款，互工作人员请出场了后，才发现家己买着假票。甚至有歌迷买10张票，互黄牛20万了后，但是一直无摕到票，遭双方见面谈判，黄牛这边却涉嫌摕刀啊，甲人恐吓。青色拍服装出现，唱经典歌曲，歌手周杰伦登上大巨蛋开唱，找教会来助阵，加动力火车唱歌，将时速砍1万。有人被买到票，有人去下水道，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？改编的歌词，歌迷就感觉，毕竟这场演唱会门票先歹抢。周杰伦开唱的第3日，场外收还组织不少的歌迷求票。在翠山看到他成功，所以我就今天刚好有空又再来看，就再加3000内，我觉得我可以接受。哦，以前没有，以前没有，对，所以特别想来这一次。现场人挤想要看爱豆的风采，甚至也有歌迷原价5880的特区票，开2万张，黄牛买2张，煞伫入场进前卡关。到现场之后，我就拿票给他扫 QR code， 但是他们说显示是黄色，就是已经被使用过，就是现场工作人员说我们的是假票，因为那是列印的。当下才发现被骗。我昨天去警察局遇到一个，他也是列一样跟我一样。贵松松的黄牛票，想要到也是假的，互周先生失望佮受气。类似的情形定传出，网友就连续发文买着假票，也有人捌进伫会场，各方请出场。这款的变装黄牛，更加甲歌迷起冲突。刚吵架的是你们。第二路边的民众透过朋友看线，开20万买20张周杰伦彩白的演唱会门票，一直无收到票，到伫初六暗约黄牛谈判，也毋过对方的人到场了后，拿刀啊，甲电击棒来恐吓。入南找来之2名友人认为周南之口气不佳，进而演变成纠纷案件。快打警力赶到，已经无冲出场面，也毋过当场带回细条黄牛，继续调查再度嫌犯专案以恐吓、妨害特殊等罪嫌将办。只不过周杰伦过几下年去开唱，造成的黄牛乱象一流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